慢点，等开。
因为是要不是打4节比赛，这个的话到出生本差3对，两个站开一点，站开一点，站开一点，对，站好点。OK 了。但是那个0号是2半，一般看不会，偶尔看不会。投篮是这样子，你可以说像你刚才，是不敢上你就输了，但不能说第一时间上。好吧，让 OK 吧。对，就换，真打3分钟换，快！上去打呀！
James 没事没事 ，James。哦，这边走，这边走，上下上下上下。
球，对，打2-3人的对，对，你是1号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有血了，来，先锋吧，先把下一个人收好，还是直击撞了一下，左腿上，肩膀上，靠怎么样 ？OK， 能打吗 ？OK， 上腿上，石头上，在位上，高位说一下，好吧？这常理道方子做这样的，如果你想自己打完之后，给他们看一下，就那1秒钟。或者你要刚才我对，他们接一下你，不要给我位置，我在低位位置最大。OK， 对，不要去给他挡，好吧？这样子，好吧？对吧？给他挡，马上要踩，我要挡，马上要踩，我要跟踩斜一块。或者大杠谁想要去给他位球的时候，把大杠的球拉出来一点。OK 啊，对。在里面4分，正常打得好，手不要高的，对，有空位就要出手，比较长，对，就是要这样这种的。如果像刚刚那个高应该是一个同样，像刚刚那种，我就直接干。估计是你没有问题，在3分，对面是有能力的，你防上去就 OK 了，不要怪自己，不要怪别任何人，每个人让你防上去 OK 了，但是不能说不防，懂吧？再拿出来就上去，然后他妈是你的人先扑上去，对吧？对 ，OK， 防守反并没有关系。那这10号跟9号长没谁了？10号是谁吗？说一下。对，有的时候你出去吧。来，他今天命中率不高，他投狠。来，对，就我。来，从那边。
我要这么打2圈，绝对就是7比1。
必须要走开那边，如果走开那边的话，会影响过侧的人往里面。我在起跑单的时候，一起去拿球，球到我手里，我在低位拿球之后，我在低位拿球之后，可以相当于继续动起来，继续动起来。任何一个人，就现在不要想你想看我在这里做，所有移动的方向全都是在那边的。没有其他问题，不高价我就直接打，高价一定会出手，一定会出手，最好的对，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，就直接出手没关系，好不好？好，记得把球先看样子，来，可以，发球，哎，够不？哎，31号，那你没想到。谁防身？好起。把人做好，把人做好。我们知道。好板。Stop.
手，他说你那边那个人，我今天我把他喊出来。这样子你看，有东西我错一个。Black ball, black ball, nice black ball。哎，八万，对球。下。先看到这个。这球重点，对，重点。11号变向，11号有变向，看到对人，好的 ，No way， bonus。